我是枫桥清水，在苏州向朋友们介绍。枫桥古镇位于京杭大运河古驿道和枫江的交汇处，左边河道是解放后开辟的新运河，右边河道是古代的老运河。枫桥集市的形成隋大业6年610年冬12月，江南大运河开凿，江南运河和大运河连通了，枫桥镇正好的跨江南运河，忽然成了一个水陆要塞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。我国唐朝时期经济重心转移到了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，于是大运河成为举国第一生命线，枫桥米市逐渐形成。枫桥风景名胜区是以寒山古寺、江枫古桥、铁岭古关、枫桥古镇和古运河五谷为主要游览内容。如今朋友们游览枫桥寒山寺，前方寒山寺南公交站，步行过来大约200米。走过牌楼就是景区了。枫桥大街是条老街，一路朝东到苏州城下，昌门护城河附近成为苏州的经贸商业中心，明清时期更成了东南商贸的大集散地。枫桥至昌门就是这个中心的核心。枫桥大街的西头就是铁岭关，明代抗击倭寇，铁岭关成为苏州西大门的一道屏障。正月里，他太府里，杨凤因为夫人恩。枫桥原本只是小村，桥也是江南常见的单孔石拱桥，因处水陆要道，每到夜里就被锁起来，故名枫桥。后因张继枫桥夜泊而闻名枫桥。宋元之际，枫桥已经是闻名遐迩了。在大运河上航行的南粮北运的漕船达2万艘之众，商贸的大小货船更是数倍此数。明朝，枫桥商舶云集，舟船林立，旗帆飘扬，水运繁忙，川流不息，集镇上商店鳞次栉比，货物琳琅满目，人流如潮，喧浪盈天。随着枫桥集市的兴旺，水运常常发生交通堵塞。雍正年问曾在枫桥立禁碑，明文规定粮船只能停在清风亭处，不许再停市岸。另外，
屡屡出现船户、脚夫、装卸者争夺利益的争事件。为了整顿秩序，即使平息争斗事件，从清康熙开始，就派千总带战守兵丁驻防枫桥集市周围。自从唐代诗人张继写下了《枫桥夜泊》之后，千百年来，凡是来苏州的游客，都要来枫桥领略一下枫桥的诗情画意。我是枫桥清水，欢迎朋友们前来苏州旅游。